荔枝補果其實冇係想象中咁難嘅，記住以下方法你就輕鬆多啦。大家可以點收藏視頻參考一下啦，順便點個關注啊！以後下次要用嘅時候呢，就可以輕鬆揾到啦。補果方法通常都係兩種，物理補果同埋藥物補果。物理補果係喺我哋個株花開嘅時候，用0到1號刀喺樹頭或者樹頭上嘅分支對口橫割1圈，所有果樹都可以橫割嘅。藥物補果係喺無花謝之後。先講妃子笑啊，我只係分享紅橙哥我用嘅方法。各位路過個大神專家，如果發現有不足之處，期待評論區有你嘅指導。妃子笑壓花之後，我哋等佢慢慢開放。我哋壓花就係起到緩慢開放嘅效果。到雌花謝花8、9成啦，就好似呢張圖片咁啊。用小某標麗花使者15克，加10%嘅稀酵素，6到10毫升，兌水30斤，噴到的水噴濕啲。隔1個星期後，用小某標麗花使者可以加啲防蟲防菌再噴一次補果。桂味白糖罌雞嘴鮮振鳳嗰啲持熟品種呢，少量公花開，我哋用15%嘅多酵素85克，加2件噴50毫升，兌水100斤，噴上去壓住嘅，亦都係等佢慢慢咁去開放，緩慢嘅個開放速度。冇花謝之後，我哋用小某標麗花使者15克，兌水30斤，噴上去補果。隔1個星期後，即係10天8天咁呢再噴一次，麗花使者同埋嗰啲殺菌防蟲再噴一次，咁呢就穩陣啦。紅橙哥所分享嘅都係我果園嘅使用方法，效果呢，雖然講冇係最好嘅係嘛，但係效果我覺得我咁多年用都比較理想。咁多年跟住紅橙哥做荔枝嘅朋友，粉絲都清楚，小某標為咗保質保量，每季呢佢都係定量生產嘅。未備好嘅朋友呢，就揸緊時間備好，快遞呢係需要3、5天時間嘅。冇到時候想用呢，有冇等得到係嘛？冇揾得到。關注紅橙哥，帶你了解更多荔枝種植嘅小知識，加油！